澳門司警聯同香港警方採取代號「秒闖」聯合行動，成功瓦解一個以馬來西亞人為首、活躍於港澳、以港澳居民為詐騙目標嘅跨境電騙犯罪集團。喺4月至6月間，共有168名港澳居民疑墮假冒、支付寶客服騙局，損失折合逾2200萬澳門元。被捕2名馬來西亞男子分別姓吳，31歲，報稱加油站經理；姓林，27歲，報稱無業；印尼女姓施，34歲，報稱家傭。司警對2名男嫌犯落案控以詐騙、使用電腦裝置以模擬流動電訊服務站同犯罪集團罪；對女嫌犯落案控以詐騙、相當巨額清洗黑錢同犯罪集團罪，將3名嫌犯移送檢察院偵辦。其中2名男嫌犯已經採取羈押強制措施。澳門司警早前多次接獲居民報案，只收到假冒支付寶客服嘅詐騙電話。經排查分析，發現有人喺澳門設置電騙窩點，並架設高 IP 設備，令到境外嘅詐騙集團成員透過互聯網連接澳門架設嘅高 IP 設備，撥打出去嘅詐騙電話顯示為澳門電話號碼。6月中旬，一名姓吳嘅男嫌犯來澳，到北區一個住宅單位設置電騙窩點，並架設高 IP 設備之後，即時離開澳門。資料顯示，呢一個電騙窩點打出嘅詐騙電話，引致35名澳門居民損失，金額由幾千至50萬澳門元不等，合共損失逾268萬澳門元。司警經調查並同香港警方交流情報後，發現男嫌犯今個月21號晚上經港珠澳大橋澳門口岸入境澳門，抵澳之後即係拿取一個行李箱帶至新橋區，交俾姓林嘅男嫌犯之後，2人各自離開。22日中午，司警喺機場將準備離境嘅吳某拘捕。同一時間，司警喺新橋區一住宅單位附近拘捕林某，2人均公認犯案。隨後，司警喺北區同新橋區2住宅單位發現各架設咗6套正喺運作嘅高 IP 設備，其中新橋區高 IP 設備6月21號夜晚先至開始運作。單喺北區高 IP 設備已經撥打至少9萬通詐騙電話，其中1.9萬通電話成功撥通。有證據顯示，35名澳門居民因此損失。吳某同林某分別報稱收取、上線成員8000同3500蚊馬幣報酬來澳犯案。吳某已經先後2次來澳犯案，林某則首次來澳犯案。經追查騙款流向，鎖定澳門3個銀行帳戶與案有關，帳戶屬一名姓施女嫌犯名下。資料顯示，今個月13號至到14號，涉案銀行帳戶收取12名澳門居民合共100萬澳門元嘅騙款。本月26號上晝，司警喺北區拘捕施，有人否認犯案並且拒絕交代案情。司警續追查在逃疑人士下落同騙款去向。